因为欠工甲景气袂歹，今年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讲年尾奖金是16档内上济，金融业嘛已经连续12档拢排头名，大众传播业务上少，无到半个月。各个年尾上班族上关心的话题之一，就是年尾奖金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年尾奖金排行较悬的前3名，分别是金融业2.83个月、运输业2.25个月、科技业2个月。上尾是大众传播业0.44个月、文教业0.56个月，加农林渔牧矿业0.83个月。年终奖金有个0.5个月，我们就会觉得经营的老板是很有诚意。那过去好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曾经是领过10几万，驻地记者可能年终就可以领到一台进口车。在媒体界已经工作30年的王先生，见证媒体业黄金时代由盛转衰的过程。对比金融业连续12年称霸，科技业也连续10几个月出口出现正成长，正做真一人眼中的金饭碗。以过去都待在科技业的话，其实年终奖金是真的非常好的，但相对来讲也比较操劳。今年年尾奖金的基数平均达到1.39个月，比去年小可增加0.07个月，员工时期2.1天，创下16年来新高。人力银行分析，主要是受欠工影响，企业拢想办法抢才留人。部分内外销产业，其实大家因为缺工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势必要祭出比较优渥的这个年终奖金来留才或跟同业抢才，因此平均值是达到1.39个月，创下16年以来新高。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9成2的企业会发年尾奖金，企业认为影响员工年尾奖金最少的主要因素，就是公司利润、个人绩效、甲年资的深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